各位兄弟，统一较容易，还是合一较容易？啥？统一较容易啊！恁全部听我的，安那，就拢无代志。啊，那合一咧？合一的巧个密密麻麻啊！吼，那简单来讲啦，即马若台湾的教会，那什么堂的吼，迄拢统一啦。长老教会的结构就是合一啦。啊，安怎讲？各位兄弟，咱教会长老指数安怎来的？算出来，为对算出来，会友算出来，所以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伊是在地啦，是毋是啦？你若无够在地，你选会到袂？选袂到。好，你要对会友选你做指数，做2届8档的指数了，你有资格选长老。你爱做熟的嘛？兄弟姊妹爱熟悉你，你是在地。啊，牧师咧？牧师是毋是在地？毋是呢。那照咱长老会的结构来看，牧师是啥？空降的，是外来的吼。各位兄弟，这种设计吼，真正是哈利路亚。就是讲牧师的立场、看法、观点、想法，甲长老指数会同款袂？基本上是不太会一样的。常常牧师新的牧师来到一个教会，伊马上就看到啥物多问题吼。这个问题对长老甲指数来看是毋是问题？毋是问题，是你牧师才是问题。哇，安尼要安怎？就会吵架嘛，对不？这才是哈利路亚的所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无同款的立场，无同款的看法，无同款的做法想法，毋过就爱伫圣性内面学习什么货？合一呀！大家互相彼此尊重，来学习迄个彼此顺服，去慢慢敲找到这个信用群体要往一个方向来跑走的方法。这有容易无？这无容易啦。咱较爱什么货？咱较爱吼，莫讲咱啦，讲牧师好无？牧师较爱什么货？牧师较爱吼，长老拢我选，一个这拢好，这拢会支持我的，你拢来做长老，来咧。即事嘛，共款我来选。安尼开会有紧无？即摆咧开会5分钟就会当结束啊，对无？拢照上的意思，安尼有统一无？有。真毋知偌好的代志。毋过这样的群体，甲你讲，各位兄弟，这样的群体是危险的，它是危险的。一致性是危险的，一致性会带来效率，是不是？很有效率嘛。毋过一致性一定会带来灭亡。是安怎？因为看袂到盲点，因为会集权。恁遮长老我选的，敢反对我无？我点名的敢不敢反对我啦？好反对我，下次就不点你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群体一定会败亡。所以刚才你也知咱看到上帝的做法，伊是多元，毋过伊愿意，伊望才会无同款，要伫同一个圣性内面，为着同一个目标来跑走，来敲找迄个方法。毋过人较无介意安尼，人拢认为同款上好。等一下要食蚵仔煎，还是要食萝卜饭，拢蚵仔煎。结果蚵仔无青，大家拢总袂爽。各位兄弟，我们喜欢统一啦，因为不麻烦，因为权力集中，因为介紧就会看到效果。毋过各位兄弟，这其实毋是上帝的做法。上帝想事做无同款，无同款。我莫讲啥物货，上帝想事做无同款。毋过
却是为着共一个目标来拍拼、来努力，就是为着迄个 common good， 为着迄个共款的利益、正人的利益，来三甲结连，来跑走、来拍拼。这是教会应该有的气质。我们不要求一致，咱唔通互任何人大家牺牲伊的想法，大家放弃伊的理想，唔是。咱互侪无共款的意见，拢会当走出来，拢会当讨论，拢会当三甲来交陪。啊，毋过咱要有的态度是彼此尊重，是彼此顺服。彼此顺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啦。顺服这个概念只有低的顺服，我讲为国语去。顺服这个概念，敢若会当加顺服管的，对不？是不是？那什么叫做彼此顺服？要安怎彼此顺服？管的要安怎顺服家？这是介困难的观念。啊，么伫保罗内面，真最是一个重心。伊伫以弗所书的内面，伊先教讲，恁得爱彼此顺服。了，伊较开始讲，恁妇人人顺趁恁的丈夫，恁做囝儿的顺趁恁的老爸，做奴仆的顺趁恁的主人，他才去讲这个概念。不过核心是迄个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。好，这个等我们讲以弗所书再来讲。重点是，各位兄弟是侪无共款，啊，毋过要共一个目标去努力，这是咱真做教会、真做基督徒爱去学习的。我们不要奢求，唔通去想讲要甲别人的想法消灭掉，统一一种想法，唔是。是要伫三听，要伫三尊谈，彼此顺服的这款的态度心态下面，咱要来敲找一个虽然无共款，啊，毋过会当相同行的一个方法，的一个款式。我伫个人教会已经8当，我真的一直在学这个东西啊，不容易啊，真正无容易。我阁毋是一个介高讲话的人，我是介爱讲话啦，毋是一个介高讲话的人，我讲的话拢会互人生气惹怒别人是我的恩赐，好，我还在学习一直在学习，要安怎伫无共款的下面，咱去敲找一个愿意做伙行的一个方式，的一个款式，这无容易，这值得咱做伙来拍拼，做伙来努力。啊，这内面爱有侪的听、甲宽容、甲耐心，咱要做一个见证，各位兄弟，咱要做一个典范，互这个世界看，会当无共款，却会当行做伙，这个是上帝国的款式啦。这个世界的爱弄甲拢共款，拢统一，才会当行做伙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咱教会伫这个世界要展现的那个 manifestation， 那个展现出一个无共款的物件，就是要讲，咱会当多元，啊，毋过咱却会当合一。这爱有侪伫圣神伫上帝面头前的幸福、的谦卑。会愿意去尊敬、去顺服你的兄弟姊妹，这才会当显现出来。这款无共款生命的款式，这真正值得咱做伙来学习、来实践，好无？拢歹势甲我应啦，这是一条路 ，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条路这不是随便一条路 ，the way 就这个是。值得咱教会做伙去做的，毋忙。无论是咱的开会，是咱的谈论，也是咱的任何的讨论，当咱发现咱无共款的时阵，保罗才会提醒就走出来。咱会当无共款，我们可以多元，
啊，毋过咱为着共款一个目标来跑走，因为咱知影，咱做无共款，拢是对共一个源头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